前民众党主席郭文德因为去参涉到金华城的弊案，向羁押一档了后，将台北地方法院是裁定7000万交保。不过目前伊的看守单背期敢若总着5000万，还阁差2000万。郭文德就讲，还阁考虑看卖，后礼拜一才要来决定敢有要办交保，这是引起大家议论。因为总统赖清德今仔日有去参加律师节庆祝大会，致辞的时阵讲到，行政干涉司法的时代已经过去啊，这也是引起关注。总统怎么看柯文哲裁定交保？民众党说是因为您害怕了。前民众党主席郭文天看下金华城用这爱，规押金监满1年。台北地院裁定7000万块交保，不过郭文天却是以搁再详细考虑为理由，并无办理交保。总统赖清德初六出席律师节庆祝大会，无加做回应。不过伫致辞时讲到，要互社会大众更加尊重司法，强调行政监务司法的时代已经过去了。不管是检察官侦办案件，或是法官审判案件，都本于专业、独立自主。行政干预司法的时代已经过去了。也那郭文天的家后，但配期是赶紧总钱。初六头一摆经由面试发声，强调已经加5000万块汇率保释金的专户，所内底应用的钱都已经摕出来用啊。所内底人参详看是毋是会在伫上短时间总着存了2000万。因为他其实自己心里有一把尺，好，那接下来的这2000万元，到底这个柯妈妈还有美兰姐他们这边，到最后星期一的时候，大概能够筹措到多少？那律师也会再进去跟柯 P 沟通。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发文，认为这侪钱对一个遗属家庭来讲，依然是难以承受的负担。柯文哲必须要自己签名，要自己拒绝，自己保证自己，也就是说，完全是柯文哲的意志。白话一点啊，柯文哲没有演戏的空间。老实说，无限抗告这一招，柯主席不是没有出来，而是很快又被拉进去。我想将心比心，如果任何一个人遇到这种司法的连续攻击的话，他都会对司法产生不信任感。外界研判7000万不是小数目，也考虑律师费、认证事故者压力，也有郭文天的延后交保，留下真侪政治解脱的联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